再来看婚林一期的稻仔未收落，今年因为农业部调悬收购的数量甲价少，婚林西里农会就表示讲，今年一期的稻仔收购的价少100台斤1150块，是有史以来上好价。嘛强调讲，应该袂去影响到一般市面上的米价。挂稻仔机咧参与西来西去收成，近期婚林渐渐进入一期稻的收挂期。 但是，了今年农业部提悬公粮收购价少和数量，把增加农民交公粮意愿。诱因呐，好的诱因呐，好的诱因。有了，对。所以说这样普遍对我们农民来讲，我们的成本一直在增加，所以说我们的收入一直在减少。婚林县西里农会表示，今年公粮价少提高，按算交公粮的状况会真好。嘛有今年一期稻开出每100台斤单车1150块的收购价少，创下一期稻收购价少新高。 和近期5年每100台斤拢在1000块左右来比较，关出1到2成价少。今一两块钱。安怎讲？顶一粒未开盘，农会也未开盘，收11块钱。因为你公粮价格提高了，那绝对会影响到米商在收购这个市售粮的时候，它的价格也会相对提高。所以这个是这一期我们的稻谷价格。 会涨到这么高是最主要的原因。农会嘛预估收成量会比往年加出1成，但近期天气不稳定，呼吁农民莫青瓜，再等有好的收成。至于消费市场方面，目前观察市售的比价，阁未有相大波动。公司新闻王伟雄为你报道。